靈感的大代誌，大甲媽繞境站起駕也白沙屯媽今日回鑾是來到彰化甲台中的海線，兩尊媽祖敢會相會，這是引起關注。不過，江天宮表示講，白沙屯媽甲大甲媽目前這個路線是無共，要相會無啥機會。大甲媽祖鑾橋來啊，信眾搶咧兩橋骹，人一路排甲看袂到前方。大甲媽祖17暗展開高鐵8暝的遶境進香行程，今日起駕時間佇17暗10點05分，比往年提早約1點鐘左右。信眾講感覺今年大甲媽鑾橋行進速度也比往年較緊淡薄啊。18下都已經來到台中海線的對分附近，也毋過信眾講，這擺上期待也是大甲媽甲白沙屯媽會當相會。宗教盛事嘛，希望是熱鬧一點。當然是希望兩位媽祖可以一起相遇這樣子，對，應該大家也蠻希望他們就是媽祖們可以一起再碰到面。白沙屯媽祖回鑾18透早為彰化關卡後出發，經過保險福興進入鹿港，下晝是來到台中海線。白沙屯媽祖鑾橋佇鹿港行進，要甲鹿港天後宮方向真趕緊，也毋過就是要甲天後宮媽祖來一場雙馬會。信眾同時也希望這擺大甲媽祖甲白沙屯媽祖時間相踏，有希望有雙馬會可能，也毋過廟方表示機會無大。它不是在同一條路上，如果說媽祖回程還是走台一線的話，那機會就很大。現在他選擇走61線，這個兩個是沒有交匯點啊，所以我覺得機會應該是不大。江天宮表示，目前白沙屯媽祖行的是海線，甲大甲媽祖固定行的台線方式無同，一切遵照媽祖的旨意來前進，也提醒信眾平常心就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